先，咱要做伙来唱一首诗歌，咱要献欢喜的祭，互咱的主。我听见你听堂的声，因为我可你，我在堂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献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咱要献欢喜的祭，主。哦，我听见你听堂的声，因为我可你。哦，我在堂行的路，因为我心仰望你。我要奉献感谢的祭，也要求叫你的名，时常敬献来祈祷，对你表明我心声。举起咱的双手来求。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我要对你的圣所举手恳求，你有听见我的声。愿我祈祷那香摆在你面前，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正做你欢喜的祭。哈利路亚，咱感谢主，咱要做伙来读主的话语，伫历代志上卷第4章第10节，请咱做伙来读。雅比斯求以色列的上帝讲，求你大大赐予我，确定我的境界，愿你常常甲我同在，保佑我无拄着患难，无受痛苦。上帝就照伊所求的赐予伊。感谢主，咱会当来到主的面前，要做伙来用感恩的心，嘛要伫主的面前谦卑悔改来认罪。因为主伊是听咱祈祷的主，伊愿意咱忧伤痛悔的心来到伊的面前。求咱即时做伙主的面前，咱同心开嘴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你保守看顾的面，主阮得到主你稳定的管握，阮时常伫主你的道路指引，阮行伫主你爱阮行的路。只是主，阮伫你的面前，我们谦卑来认罪，阮过去不合主旨的，讲叫主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来擦拭阮，互我当真做圣洁来学乐敬拜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
你是阮满满赐福伫阮每一个兄弟身上。你既若愿意来到主你面前的，主你拢要赐福伫因的身上。阮感谢主你的恩典，伫过去的日子，你会看顾下面，阮得到平安甲喜乐。主，但是阮背逆你，时常无照主你的旨意来行。阮要谦卑来到主你的面前，来认罪悔改。阮求主你圣神来引带阮，搁再一遍来提醒阮，用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我会当成做合主心意，行伫主你的道路，主你所欢喜的行事。阮将阮每一位兄弟交托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来引带带领。我来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续咱要将咱家己放伫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医治，来偷办咱。伫咱的心、心灵、情感、意志，咱拢要交托给主。特别，咱要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因为咱知影咱家己的欠缺甲需要，主要来补助恁。恳求主来帮咱看顾。伫咱过去，咱有得罪人的。咱要来奉主的名，主要互咱甲这兄弟来和好，嘛要用主的疼，做伙伫主的内面，三角徛起，彼此来相疼。伫即时，咱将咱的手放伫咱有病痛的所在，我要为你来祈祷，要恳求主来医治来透帮咱。只是请咱同心开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主，你因为你知影阮的欠缺甲需要，我要伫你的面前，将阮家己摆咧，恳求主你来医治看顾阮，特别恳求主你来保守看顾阮的兄弟，有病痛的，主你来医治，心神不足的，你要来透帮，有压力的，主你要互因得到平安，得到安息。主，阮恳求你来引带阮，我当时时伫主你的面前，主你来恳求的时，你着按耳孔听阮的祈祷，正做阮的帮衬个瓦靠。主，感谢你。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主，你的话语嘛要加做阮脚前的顶，路上的光。阮倚靠你，阮的确会得到主你的帮助。主，我要将阮的兄弟交托伫主你的手，因为你知阮的欠缺。主，阮要将阮的病痛嘛摆咧伫主你的面前，嘛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要将这个病痛拢除去，互阮的兄弟拢得到医治，得到透帮。得到主你的怜悯甲看顾，主，我们要恳求你继续来带领阮的兄弟，并着对主你的信心，我会当行主你头前为阮备办的道路。我们将阮所有兄弟交托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来引带带领，安尼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过来，咱要为着金主日来守望来祈祷。咱感谢主，伫教会顺利吼，已经来精品这所有的干事吼，伫咱的报告等者来介绍。求主来带领干事团的运作会当顺利，诚做教会的祝福，嘛会当诚做咱每一个兄弟的帮衬。咱嘛要为着9月14日的开课吼，就是即礼拜六的下晡2点半开始有初心造就的课程，咱要求主来带领。咱特别爱为着这件代志来祈祷，因为咱爱认捌这个基要的这个真理，认捌真理，咱才会当行伫主合主心意的道路顶面。第三，要为着第19小组来代祷，为着区长、集会长老，甲我本人，以及小组长是丽英小组长，求上帝来保守每一位的组员，会当落实伫教会这个圣经共读。伫每天的下暗8点，会当准时来参与，互上帝的话语会当成做咱每一日的帮衬。嘛求主来保守
互遮个迷信的、遮个组员，会当早一日来拍开心门，接受主来进入因的心，成做因性命的救主。嘛求上帝来保守每一位组员伫上帝厅内面，心身灵拢会当健康勇壮，愿意为主来做工，委身伫咱迦南教会，互主来用。咱即时同心开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看到阮迦南教会，伫新的牧者来教会时，有真侪的事项、事工来调整，特别伫干事的这个事工顶面，主求你来看顾，互教会牧长同工有新的看见，有好的调整运作，一切拢会当顺利，加做阮教会的祝福。阮嘛要为着教会14初心造就的课程，求主你施恩赐福，你圣神来引带阮，讲的甲听的，都会当白白得到利益。主，感谢你，来看顾阮的小组，阮的同工，仰望伫主你的手。听我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迦南教会伫主你的引带下面，阮有新的牧者，有新的看见，有新的意向甲目标。主，阮感谢你，互阮伫干事的这个事工运作顶面有精品，有调整，为着是要互咱教会更较顺利来运作，嘛加做阮兄弟的帮赞甲祝福。阮恳求主你来看顾引带阮的牧长甲干事，会当同心合一，伫主你的事工顶面做伙来调拨。为主征战，感谢主的恩典。阮嘛为着教会14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阮求主你感动更较侪兄弟，尤其是遮个迷信的遮个兄弟，阮恳求主你感动因。伫即礼拜六下晡的2点半开始，我们仰望主你，教阮同齐来上这个课，将主你的真理会当放伫阮每一位兄弟的心内。坚固阮的信仰，委身伫教会内面。主，我们要特别为着19小组来祈祷，看顾区长、集会敏哲以及小组长、丽英小组长，会当有主你的恩典，会当用主你的话语来带领这个小组，互阮的组员当落实伫圣经的讲读，每一日来刻无主你的话语。嘛，求主你来引带这迷信的，因会让早一日拍开心门，迎记主，加做因心中的救主。阮恳求主，互阮所有的组员，嘛会当同心合一，委身伫阮的教会，加做主你所动用的器具，加做迦南教会的祝福。伫即时，我嘛要用主你所教示阮的主祷文3角来祈祷讲。阮伫天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食，伫地人亲像伫天人。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的人。无得带阮入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我要唱歌称赞上主，因为伊有大胜利，伊将赞美甲骑马的血落海中。上主是我的溃力，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伊是我的上帝，
我要称赞伊，伊是我的爸的上帝，我要尊伊最大。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首，圣哉，圣哉，圣哉，请起立吟全首。现在，现在，现在，万年大主宰，让天主光在下和乐，手足足量。现在，现在，现在，将你的高喊。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照到耶稣基督得到救赎，有份成做你的囝儿。阮要掠条你的应允甲祝福，行出你的好教示，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共行。阮的心渴慕你的真理。嘛要找求你的同在，时刻用感谢、懊恼，甲你相结连。我们每一天伫祈祷甲读经的中间，甲你相拄，灵命日日更新，活出基督听的款式，荣耀你的圣名。求主除去阮心中的骄傲，帮助阮谦卑敬畏，全然仰望，互主伫阮的生命中间掌权。无论世界如何，阮拢要专心仰望，坚心军队。愿主帮助阮伫平安的真道顶悬，哪努力就搁较侪美好的经历，为主做见证。祈求主将合一的灵降下，互家人教会对牧师、长执、会友同心合意，找求你的国甲义。伫即个重要的时刻，每一个会友拢会当成做关键的影响力，合适装备家己，伫事工的顶悬，人人有份。阮要手牵手，心连心，团体服侍。阮毋惊头前的风雨甲挑战，因为有天父上帝的同在，你的应允一定会实现。阮专心忍耐，坚心军队，向头前的标杆跑走。阮要倚靠天父上帝，高举基督的十字架，举起复兴家人教会的大旗，稳群做工，互家人教会成做桃园的光，成做桃园人的祝福。阮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
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的后面，启用文第45篇，就是以赛亚书40章。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掠目看天，一声，伊调集万军，算因的数额。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营。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野嘛袂善，野善的人，伊互因有元气。少年人拢会野善，一声，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会亲像鹰鸟展翅飞悬。请第4区来献诗，所要吟的诗歌是：伊是我路上的光。日头落西山，月亮出东面，南风轻轻烧阮的面，北风的星花点个闪闪烁烁，光照阮倒转去的路顶。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历代志下卷26章1节甲5节，历代志下卷26章1节甲5节。犹大人民设立乌西亚率接伊的老爸阿玛谢做王，迄时伊16岁。阿玛谢王转去伊的列祖遐了后，乌西亚收回以诺归属犹大国，搁甲伊修建。乌西亚继位的时16岁，伫耶路撒冷做王52年。伊的老母叫做亚科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亚做上主看做好的事，照伊的老爸阿玛谢的所做去做。教导人敬畏上帝，撒加利亚在世时，乌西亚找求上主。伊找求上主的年日，上帝予伊亨通欢迎。这是我们请本堂的陈碧志牧师来讲道，题目是名扬四海的准备，名扬四海的准备。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常常有一句话哦，讲好事不出门，坏事安怎传千里。人怕出名，猪怕肥哦。好，咱咧真惊出名哦。有人足伊爱出名，请举手一下。好，大家都真惊出名，吼，因为出名咧代志就多啊，吼，人实在嘛多，吼，所以足侪名称出名以后吼，出门拢爱挂口罩。戴帽啊，挂乌人的目镜，吼，安尼惊叫人认出来。总是呢，吼，咱嘛听过一句话哦，为积善3年，人不知。后壁讲啥物？做最歹一日，人人知啊。吼，你行好3年啊，拢无人甲你小照问。做一届歹代志哦，人就拢走来甲你访问啊，吼，拢来记者来甲你报，来甲你报。咱即摆去食饭时，拢会真爱去餐厅，啊，拢会对迄个 Google Map 吼去找即个餐厅几颗星有无？吼，那迄餐厅是互人拍一粒星，你会去食袂？袂啦，吼，绝对即摆你会用迄种1颗星的，绝对袂爱去。为虾米？一定叫人骂甲安怎，叫甲安怎，吼，迄餐厅就有问题。但是即摆有一个行业，吼，是咧专门在消负评啊，捌听过无？有一种的行业是专门在脸书，还是在这个 Google 的评论上面，消负评，互你这个公司会当保持好名声。即摆毋是只有餐厅，甚至吼，即个政治人物要选市长啦，要选议员啦，要选立委啊，甚至要选总统啊，拢有遮个人咧甲你处理。吼，人若伫网络上甲你骂，无要紧，另外有一个公司，吼，伊会请人，吼，来甲你处理遮个代志。互你的名声吼会当真出名，好保持你的好名声。所以检测咱伫即个世代中间听到一个好名声，嘛爱知影这到底是真诶还是假。有一句话讲名声啊，名声，咱做来读，名声比金钱较歹趁，嘛较尊贵啊。名声甲金钱，吼，你要趁金钱较紧，还是要趁名声较紧？金钱逐个月拢互你啦，啊名声逐个月拢寄互你无？会寄伫你的口做无？你活一个月中间的名声会变较好的名声吗？无拄拄是安尼啊。总是咱爱知影，咱离开即个世间的时阵，钱留落来的钱，吼是别人的，对无？早袂走，咱会当早走的就是咱的啥物？名声，吼，所以咱会离开即个世间。唯一会当早离开即个世间呢，就是即个名声。名声有人会当甲你开无？无人会当甲你开。但是咱的财产留落来钱，别人会当来开。所以咱若是代笔的名声，即摆有人会当去改变代笔的名声无？3000年前到当圣经讲代笔安怎样，无人会当去甲伊改。同款，等有一日咱离开即个世间的时阵。咱的名声就是安尼，无人会当来甲咱更改啊。只有2个字，
倒边的字叫做啥物字？贪啊，正边的平，好，差伫啥物所在？笔画拢共款哦，好，是迄个乌乌箍起来迄个所在，对顶悬下来下骹，好，上面是今日为了背，好，就是迄个背就是古早的钱啊，今仔日为着钱就是贪，但是你的迄个钱啊，拢分了了，好，拢空空，好，安尼就是贫啊。贪跟贫啊，好是一线之隔，但是笔画都一样啊。最近这个新闻，好是韩国的前总统文在寅啊，好本来人想讲这个总统落台了后呢，好拢无事啊，好结果呢，叫人掠着讲伊的查某囝，伊的囝婿，好嘛在收贿涉贪啊，好涉贪，这毋是头一个韩国总统安尼的丑闻啊，咱若看这历史的记录。差不多历届韩国总统卸任下场以后，拢甲贪有关系哦。好，啊，甚至会去用判刑，会去用判无期徒刑，但是嘛有去用总统特赦出来。但是这是做总统伊的名声，最后留落来，竟然哈不管伊做总统做几年，最后留落来这个名声就是一个贪的总统，这实在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总是咱的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落台以后，好，是毋是亲像安尼？希望唔通啦。好，咱即马最近啊，国家国史馆好成立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好就是将咱历届总统伊的资料，好拢甲伊写起嚟，这敢在写圣经哦。好，所以咱咧读即马历代志的王记，好，这个国史馆嘛是咧写这总统因的好歹的代志。真做国家的历史，伫即个网站介绍中间，这是2022年，好2年半前，好所设立的，是头一个历任总统的资料库，好内底拢一篇文章，就来介绍即个总统伊即个任内伊所做这好的、歹的，拢爱甲记落来，目的希望社会大众以总统为中心，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哇，即个我感觉这是足阿门的。因为这敢亲像咱咧读圣经共款，将这个王、这个领导者，吼，因做一任的总统了后，吼，不管做一任、两任，吼，因落台以后，到底对国家社会有啥物款的帮助？所以咱嘛当通过圣经来看到，对大卫上帝甲伊立约，互伊的子孙世世代代拢要坐伫即个王的位的顶悬。但是对大卫一直到最后死伫遮，吼，死伫家，吼，死伫即个犹大的所在，拢总是419年久的时间。即个互上帝互即个位本来当坐搁较久长的，但是遮个王，人愈看吼，感觉愈气，嘛感觉愈ทั吼，愈切身，因为遮个王根本无好好来扮演因的角色。甚至一代不如一代，即个名声吼，渐渐就歹名声去啊！直到上帝祝福，就无法度来传落去啊！所以咱顶礼拜看到约沙法，吼是大卫的第几代？吼，约沙法在大卫的第几代？大卫是第1代，所罗门第2代，罗伯安第3代，亚比亚第4代，亚撒第5代，约沙法第几代？第6代，请问咱看到咱的第6代的子孙无？真困难啦！你会当看到第4代吼，就足感谢到要害啊！吼，搁会当看到第6代，吼，但是圣经互咱看到，通过一代一代，即个祖先安怎留落来，吼，才会祝福会当互伊的子孙。所以大卫的第6代，顶礼拜咱所看到的，就是约沙法伊来教导遮的百姓读上帝的话，避免犯错。甚至伫逐个城内面设一个审判官来帮助人民面对犯错时阵，倒位是对，倒位是毋对。甚至当发生战争的时阵，约沙法伊也设立即个唱歌的人，就是利未人甲祭司伫军队的头前，互即个上帝来带领全国，吼来镇压遮个战场。这是大卫的第6代哦。但是咱会当今日吼，无需要带咱大家对约沙法来看伊的第6代以后变做啥物代志。约沙法的第1代吼是第1代，伊的第2代叫做约兰，伊的第3代叫做阿哈夏，阿哈夏只有做王1年哦。然后伊的第4代是约阿斯，
然后第5代是阿玛夏，吼，伊的第6代就是今日咱所读的即个乌西亚王啊。乌西亚王死的时阵，就是以赛亚开始做先知的时阵，吼，受呼召做先知的时阵。所以咱来看卖啊，即6代的中间，对约沙法到乌西亚，吼，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吼，因为内容资料真多，吼，要讲的故事太多，无需要只有讲较短，讲重点就好。头一个先要紧的，就是互咱看到约沙法，伊做一个错误的结论。即个错误的结论造成的效果，无法度来想象，就是约沙法甲北国的阿哈王，阿哈吼是一个拜偶像的王。为什么？伊娶着即个某叫做亚西别，吼，即个亚西别就是拜巴力的某，吼，亚瑟拉。直到吼即个南国约沙法也捌着即个误会啊，所以约沙法甲阿哈吼因诚做亲家。总是即个亲家，吼，就将即个新民吼送来送去，所以到伫即个南国，吼，甚至嘛受到即个影响啊。安怎影响呢？虽讲约沙法伊是有读圣经的，但是伊的囝呢，吼，伊的新妇呢，吼，特别是伊的新妇，就将遮个金牛啊、遮个巴力啊、遮个亚瑟啦，吼，就偷偷啊，早入来伫即个南国的中间啊，直到约沙法第3代甲第4代。就是阿哈谢甲即个约阿斯差一丝啊，吼，拢无名气啊。是安怎讲呢？吼，因为约兰吼就是约沙法的囝，甲阿哈的查某囝亚他利亚一条红线，吼，就是结婚，然后成做夫妻，吼，住做伙，困做伙，吼，然后生活做伙。然后呢，约兰一个做王了后，就杀死伊的5个小弟啊。吼，为虾米呢？有可能就是即个某吼，的即个伫背后吼，甲伊促成的。了杀死小弟了后呢，吼，结果上帝驾驶以后，互伊吼剩的吼伊的囝呢，嘛去互人杀死，吼，就是互即个以东人甲即个即个非利士人甲阿列伯人来杀死约兰阿他利亚因剩的囝，剩一个叫做亚哈谢。即个亚哈谢呢，做王只有1年啊，吼，因为即个亚哈谢呢。伊嘛是诚做无听上帝话的人，吼，所以伊嘛死了后呢，吼，亚他利亚就要来占伊的位啊，吼，本来要放互伊的囝，结果亚他利亚就将即个南国拢占去啊，吼，就篡位成功。所以约沙法甲阿哈王两个结诚做亲家，但是伊无考虑到即个信仰的问题，伊无好好去思考伊的第2代、第3代。第4代会拄着啥物款的情景，直到真正歹代志就来发生。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当有一日你的囝、你的查某囝甲你讲：“阿爸，我要嫁啊，我要娶某啊，甚至比这搁较早，吼，伊已经交往啊，要交往的时阵，咱爱注意的是讲，头一个要问的，毋是问讲哦，伊是读啥物学校毕业的，伊即马薪水偌悬，即马收入偌济。头一个爱问的，爱了解。伊是毋是基督徒？伊是毋是要敬拜上帝的人？这是上要紧的。吼，所以甲咱隔壁的人祝福讲，你的后代拢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人，你的后代拢是敬拜上帝的人。阿门。吼，所以约沙法，互咱看到一个真大的失败。第2个，咱看到伫即6代中间，虽讲约沙法最后也嘛有失败，但是呢，吼。即个约阿斯吼拄着贵人啊，吼就是会当真心拍拼，恢复以前的耕耘啊。但即个约阿斯吼时间无遮济哦，所以我就讲较短吼。约阿斯差一丝仔无命，因为亚他利亚拢会当拢杀死。但是呢，伊的高丈是一个祭司，叫做亚何亚代。亚何亚代吼，伊主动吼来承担即个国家的责任，将即个打出世的婴仔约阿斯王。甲伊藏起来，然后藏伫圣殿藏6冬。即6冬的中间，到伊7岁大汉的时阵，会当开始读圣经的时阵，伊就来发动一个政变，伫安息日的中间，直到呢，互即个约阿斯7岁的时阵，就会当来做王。即个亚他利亚女王呢，就叫人杀死。所以耶和耶大，伊是一个利未人，是利未人中间的祭司的身份。
伊有智慧，伊有勇气，伊来承担即个国家的危险。但即个国家伫要灭亡啊！即个亚他利亚将金牛、将巴力、将亚瑟拉，统统都带进遮耶路撒冷，互即个圣殿伫要关门的时阵，耶和耶大伫遐立6年，吞忍6冬的中间，总是伊无袂记得上帝的话，甚至把握时间，伫7年以后，伊就来发动改革、发动政变，然后互即个犹大国耶路撒冷会当重新恢复伊的根源哦。所以咱若读到历代志下卷24章，看到红色遮个字，上帝圣殿恢复亲像以前，搁真坚固，表示讲过去一代不如一代，国家伫衰烂的时阵，耶和耶大伊奋发图强，将即个国家会当重新上轨道、上紧发条。甚至等耶和耶大也活的时阵，人拢常常就是每一天每一日，伫上主的圣殿伫遐献祭、献烧化祭，伫遐来敬拜，伫遐来聚会，伫遐来组织。所以咱看到耶和耶大祭司，伊是王的高张，但是伊无亲像亚他利亚是王的外马，遮尔啊凶，遮尔啊恶毒，想要来占即个权，但是伊呢，是用伊的即个上帝，互伊的利未人的身份来维持上帝的根源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爱好好来，不管咱毋是只有做爸母的责任，甚至咱做人的哥哥、做人的姑丈，咱嘛爱好好来照顾别人的信用。所以咱的后一辈，毋是只有咱的囝、咱的孙，咱的孙啊，因的信用。咱嘛会当来甲因关心，嘛甲因照顾，因为这是一个家族，若得到祝福，即个全国嘛会当得到祝福啊！所以搁甲咱隔壁兄弟甲伊祝福，你的家族得到祝福，咱的国家就会得到祝福；你的家族得到祝福，咱的国家就会得到祝福。我看有的很多人满脸问号，刚听无台语哦。你的家族若得到祝福，我们的国家就会蒙福哦。所以。咱做哥哥也好啦，姑丈啦，做阿婶、阿姆、阿伯啊、阿叔啊，遮个囝孙的信用，有时阵爱加步无，咱会当，若会当，照咱会当做，就好好来做。也好也代替约阿斯的老爸，照顾伊，培养伊的信用，这是圣经中间一个真水的故事。咱当去看历代志下卷的24章。然后这6代中间，第5代到第4代到第5代，这个阿玛谢，第4代约阿斯，伊是一个名叫人扣进来。喂，请问找谁？下面电话。好 ，OK， 约阿斯，伊这个名是叫人救起来，但是呢，互咱真遗憾的就是约阿斯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耶和耶大死了后，伊竟然交到遮个歹朋友，然后呢，就对去拜偶像，直到上帝驾使约阿斯，互伊战败，甚至约阿斯就去互人反叛、背叛，甚至去互人受害啊！约阿斯，伫即个历代志下卷遮写着，约阿斯伊受重伤来死，上帝是为着要报复伊。杀害祭司耶和耶大遐个囝，因为伊将救伊的命的恩人既然恩将仇报，将耶和耶大的儿子撒迦利亚嘛是祭司，叫人用石头甲伊钉死哦，所以互咱感觉真无彩，真遗憾。好不容易你才会当做一个好的王，为什么虎头安怎？鸟鼠尾，做人上惊就是。虎头鸟鼠尾啊！伫一个真好的家庭，伫教会来大汉，有真好的信仰的栽培。但是到伊要离开这个人生时阵，伊的尾流比一只鸟鼠的尾流搁较幼，啥物拢无啊，互人看轻，互人气杀，互人放杀。所以咱毋通亲像遮个王虎头鸟鼠尾，但是伊的囝阿玛谢嘛是有共款的问题。阿玛谢这是第5代啊。伊嘛是一个好的王，拄开始时阵照圣经，再去咱的共读，就会讲到阿玛谢的故事。虽然伊战争战赢，
但是伊这样了后，吼，伊心内底扣分抵到伊无想要来亲近上帝，上帝叫来先知，伊嘛甲遮个先知歹，所以上帝吼原来互伊受教示，所以伊嘛共款，甲伊老爸共款，叫人背叛。所以25章讲着阿玛谢偏离，无对上主了后，上主就来摕伊的命，取伊的性命，互伊无继续坐伫即个王位的顶悬。所以约沙法第一代信用就好诶，结果约兰、阿哈谢第二代、第三代偏差去，第四代、第五代看起来真心要振作的时阵，但是是虎头鸟鼠尾。但是来到第六代，就是乌西亚王。即个即个约阿斯嘛向台视，阿玛谢嘛向台视。即摆来到即个第六代乌西亚王，乌西亚王的故事原来不遮侪，但是咱当看到即个第六代的时阵，伊的名字今日咱读即章的后壁所讲的圣经，咱做伙来读咯。乌西亚的名声传到真远。国家真强盛，因为上帝帮助伊。好，咱一开始有讲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所以一定要做偌侪好代志，才有法度互伊的好名声，毋是只有传到隔壁，是传到即国，搁传到迄国，搁传到迄国，会当传到真远的所在。所以咱就当来问啊，到底乌西亚王？伊安怎伫伊老爸阿公虎头鸟鼠尾中间，会当做啥物款的好事，互上帝互伊的名声会当送到遮尔啊远，遮侪国家会当拢来认捌伊呢？头一项，咱当看到乌西亚王，伊所做就是伊无来迷恋外国，是本地上好。啥物意思呢？历代志25章、26章，互咱知影一项事啊。乌西亚伊的阿母。甲伊的外妈拢是亚洛萨林的人。伫圣经中间，遮个王对大卫到乌西亚是第11个。这11个王的中间，只有第10个、第11个，因两个是娶当地亚洛萨林的女子，其他拢是娶外地，甚至娶几来个，算袂了嘛有。但是圣经中间，只有第10个阿玛谢，即个第约阿斯甲阿玛谢。因呢，拢是娶即个亚洛萨林当地的女子。新约圣经中间，互咱看到妈妈甲外妈的信用真重要。所以请你甲你隔壁讲，阿母甲外妈的信用真重要。阿母甲外妈的信用真重要。所以咱若做人的阿母，做人的外妈呢，你的信用会当祝福伫因哦。伫新约的提摩太。保罗写批提摩太后书，咱今年6月才读过。即个第1章第50讲，保罗称赞提摩太，伊无假的信心是对象来妈妈甲外妈，就是妈妈的妈妈。所以咱做一个阿母，做一个外妈，咱的信用真要紧，会当指引咱的后代，虽望这是查某囝的后生。但是袂当祝福伫因的身上。乌西亚有一个真有信用的阿母，有一个有信用的外妈，所以乌西亚做王的时阵，伊25岁，就做王，做王52当52年。咱今日继续来讲到这个乌西亚讲的时阵，乌西亚做王遮尔啊久长的时间，但是伊的信用其实是甲伊的阿母、甲伊的外妈有真密切的关系。第二项，咱看到乌西亚伊的记载的中间有一项事嘛真趣味。伫第90、第10集讲到乌西亚无亲像伊的祖先，伊的祖先是去进口遮的马车，去进口遮的军器，去进口遮的武器，准备要来甲人拼。但是乌西亚呢，伊是加起坚固的城楼，将防御的工程做了更较好。另外呢，伊阁乌遮的水井。甚至呢，伊嘛请人伫山坪来建造真理葡萄园。后壁讲一句话，毋是的，咱做伙来读。因为伊真爱建造，你有在种菜，请举手一个，服务师熟悉者，有在种菜。2个、3个、3个哇，多谢。
好，咱桃园的较早叫做千糖之乡，为什么？皮糖就多啊！为什么有这皮糖？就是为着要来做食用的，吼，因为要有这水窟，吼，会当有这水窟，会当来浸做。但是咱即摆桃园吼，伫种菜剩无几个啊，吼，啊，你有农地请举，莫举手好啊，吼，小人叫人讲田桥啊，你若有农地的人吼，吼，若无有农地无咧种田的啊，吼嘛足济啊。但是呢，咱的时代在改变，吼，咱即摆吼会晓种菜愈来愈少。甚至吼，咱的囝、咱的孙会晓煮饭的，会晓煮菜，吼嘛来愈来愈少。吼，像我会晓煮饭，但是就袂晓煮菜。这个煮饭叫做煮白饭啊。吼，我会晓煮白饭，吼，但是袂晓煮菜。咱即马拢愈来愈方便，吼，去买就好啊，吼，去比一个就有啊，吼，去7-11安尼录一个，吼，啊，就一粒便当走出来安尼。但是呢，吼，咱无甲即个土地愈来愈安怎？无亲啊，吼，愈来愈无亲。你的双脚顶一回踏伫真正的土地是偌久以前？哦，囡仔的时候，吼，可能30-40年前，咱已经离咱的即个土地哦，愈来愈远啊，吼，就是即马你拢穿话啊，踏伫即个点仔架，踏伫即个太路的顶悬，但是咱的双脚甲即个土地接触的即个机会哦，是愈来愈少。我看到足侪，甚至阮家己的囝，吼，细汉时阵带去露营，然后来囥伫迄个露营迄个草仔顶悬，哦，伊就安尼，就毋知要安怎爬啊啦，吼，本来伫厝诶足够爬，啊，囥伫这草皮上面，伊就安尼，吼，啊，这一手举起来，这手举起来，吼，伊就毋知要安怎爬啊，吼，咱的囡仔嘛是安尼，吼，甲土地愈来愈无亲咯。乌西亚王，伊是所有对台北到即马第11个王的中间呢，伊是。头一个讲着足真爱尽做，所以伊对即个国家有真侪或者的开发，真侪遮的建设是甲土地有关系啊。吼，这是咱即马吼尽做事人吼，拢会晓爱生即代啊。即代是咧创啥物？咧除药啊，吼，过去咱咧除药啊，拢是安怎爱排一代吼，啊就爱伫遐转。吼，即马做事人无共款啊，即马进产的爱晓生即个。哦，这个叫做啥物？无人机啊，升级的无人机。所以以后若要真正时阵啊，迄个农夫吼驾驶无人机，拢比咱即个上班的搁较厉害啊。吼，即马真正的农夫咱去考即个呢，而且即个足一台足大台哦，吼，啊伊拢伫遐咧训练，吼，常常伫家的时阵拢看到吼，伊逐礼拜拢伫遐训练人伫驶即个，吼，就是伊要转去伊的田园啊，伫来除药啊，也是要转遮的啥物物件啊，最营养的所在。咱个国家吼成立一个农委会，即马叫做啥物？农业部当时成立的2年前，吼，2022年，吼嘛是甲国史馆共款，迄个总统的资料共款。成立时阵呢，吼，迄阵这是副总统，吼，伊来做即个揭牌的仪式。所以咱个农业部的即个组织呢，吼，即马拢升级啊，吼，拢甲咱的桃园县即马升格变6都桃园市共款哦。啊，但这个本来是桃园市，即马变做啥物？桃园区是升格还是降格？当然嘛是升格啊！好，本来是一个市长变区长，但是即马无共款，咱是6都啊，是直辖市啊。农业部好，以前是农委会，过去呢其实足早以前，好，这个政府呢就有人要推动，将农委会好要来提升成为农业部，好20几年前。但是一直袂成，甚至吼，这是搁较早以前，顶个拜咱讲到即个520事件，对520的事件以后，吼，即个是一直有即个声音，吼，讲希望即个国家会当看重遮个农民，或者个农民吼保障吼因的权利、因的生活，吼因的遮个资源等等的。但是呢，吼，因为政党的关系，吼，即个代志，吼，农业部即个案。囥伫立法院后，囥要20年，囥足久诶，一直无通过，到2当前才通过。吼，所以咱包括咱即马饲诶遮个动物、宠物，吼，遮阿猫阿狗，吼嘛是农业部吼伊伫管理遮个代志。所以咱看到真侪遮个新闻啊，即2当诶中间，农业部安怎互咱诶青年
培育遮个人才，或遮个青年吼，因毕业了后，毋是只有想着要去台积电吼，检查你的祖先要有农地，遮个农地你毋是家己卖掉去起大楼，毋是家己去做变更吼，然后去做啥物豪宅。你嘛会当好好来使用吼，即个土地、即个资源哦，吼，即个拄则即个即个赖清德后壁迄8字咱读一解，农为国本，力不后生。啥物意思？农业就是国家的根本啊！一个国家若袂当生产的时阵，腰腹肚无物件通食，力不后生，就是互即个农业委会会当变做农业部。互即个老百姓都会当来得到生存生活，所以政府就是用真侪遮个资源，鼓励遮个青年，吼，因就爱用学遮个科技，学遮个技术，学遮安怎样用上少的遮个资源，会当来研发遮上好的农产品，吼，甚至遮个农产品会当外销，吼，甚至会当改良，甚至会当互伊滋味变了更较好。好，所以是精致的农业，这是咱的国家政府在做，爱支持，嘛爱关心，嘛爱了解。然后一日，好，如果你的厝内底有农地，你的厝，好，你的爸母有放这农地互你的时阵，唔通袂记得，为什么上帝要互咱即块农地？即个农地是要更加会当将来变做都市，伫遐来起大楼，还是即个农地？咱当好好安怎样来使用？今年、旧年啊，今年，阮老爸吼，转去搬去中华了后，伊嘛走去买一块农地啊。吼，伊就甲我讲，吼，即块地呢，吼，以后就是要互我，吼，叫我去算，叫我去遐算。吼，我看伊即马逐工伫遐算吼，看一个吼，透早就出去，暗时日头要落山，才阁出去去整理，吼，规身躯拍甲乌索索啊。吼，但是咧，伊做甲足欢喜的。我毋知我以后是毋是会走转去耍啊？吼，伫中华的所在。但是上帝将即个土地互咱，毋是互囥伫迄个所在来趴远。吼，所以甲你隔壁的田桥啊，吼，甲你隔壁的田桥讲，上帝互咱的土地，毋是要互伊趴远。吼，来即马甲伊讲，上帝互咱的土地，毋是要互伊趴远啊。吼，农为国本啊。即个农吼是咱国家的根本啊！咱若是有农地，吼，咱若是有土地，咱就要好好去善用，好好去开发。咱若危险的，吼，政府拢有在出钱，都在甲咱教导。第三个乌西亚，吼，即个约沙法的第6代，吼，头前讲着2个好的，但是第三个看到一个歹，即个歹有够歹，所以嘛，互即个乌西亚变做虎头领鼠尾啊！就是15集，吼，拄则15集，吼，咱则读着讲，乌西亚名声传到真远，国家真强心，因为上帝帮赞伊，迄是15集，吼，16集，吼，咱做伙来读。乌西亚强心了后，心就骄傲，地到衰败，得罪上主伊的上帝，伊入去上主的圣殿。要伫烧香坛烧香啊！伊国家强心，吼，伊做农业的，吼，国家愈来愈强，但是愈来愈强，伊就愈来愈臭屁，心就骄傲，骄傲到我无需要遮个祭司，我家己嘛当来扮演祭司的角色。直到乌西亚，吼，咱若阁继续看落去。伊就伫圣殿内面，着太哥病哦，马上伊的额头吼，着发迄个太哥粒仔走出来，甚至着迄天着去互赶出去，然后伊就对迄天开始拢袂当出门哦，因为照摩西律例，着太哥是爱甲人隔绝，吼，所以一世人袂当阁办公啊，一世人连伊要出去种作，要去压水，伊要去挽伊的即个卜啊菜瓜。无啊，吼，拢袂当做，因为伊的心骄傲起来。有一句话哦，讲吼，这是权力的魔戒，吼，这是即个市员吼送互一个台北市长，吼，讲了一句话哦，戴上那个权力的魔戒。但是下骹这句话呢，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讲的，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就绝对的腐败。
好，等咱坐到这个位，好，摕到这个权的时阵，咱会戒慎恐惧，亲像大笔共款。大笔伊坐伫这个位顶悬，吼，伊是袅袅喘，战战兢兢，因为伊真惊若离开上帝。上帝指出伊的错误的时阵，伊嘛谦卑讲：我有罪，我得罪上帝。但是戴上权力的魔戒，检测咱得到名声。但是这个名声要安怎甲伊保持到最后，这是真无简单的。因为贪甲贫就是只有一线之隔，你若靠唔到位，好敲唔到所在，本来好是一个好官变贪官，本来是一个好野人变做善恰人，所以咱就爱把握，爱把持咱的心，唔贪贪，伫上帝面前，爱安怎维持咱的好名声。咱看到韩国的总统一个叫人贪污。安尼掠起来，咱祈祷咱中华民国台湾的总统一个落台以后，拢会当平安无事啊！吼，迄是真困难的，吼，因为咱伫2008年以后，吼，看到每一个落任的总统，哇，落台了后，就双手上铐，吼，落台了后，就开始找法院，国务机要费啦，啥物钱啦，就去用告啊，好，拢有这个账目不清，吼，这个问题。但是，好，伫即个金钱的顶悬，咱爱真细腻。这张图，好，是一个预测图啊，好，预测呢，今年2024年，好，咱的台湾的 GDP， 好，就是国民的生产毛额，好，会当伫今年追平韩国，然后对明年开始，2025年一直起哩，咱若即马拢无变，好，咱会超过韩国，表示讲。过去韩国人足好趁钱的，吼，因靠政府扶持三星啊、LG 啦，在重工业啊，吼，发展高科技啊，甚至在演艺事业，韩国的演艺事业嘛，拢是国家提钱出来扶持的，背后是国家企业哦。但是呢，咱台湾这几年，吼，对当时开始呢，吼，这是对2016年啊，2016什么人做总统？好，蔡英文，好，你就看这条绿色的线，好，蔡英文做总统了后，韩国好，伫2018切落来，好，因为国家总统可能出问题，但是咱的台湾呢，好，一直往上爬，而且越后面安怎爬得越快，好，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好，伫遮咱毋是要讲政治，也是讲经济，但是甲一个国家政府的领导者有关系啊，无关系，真有关系哦。一个国家要强盛，哈，伫国防、经济、教育、农业、制造、政治、科技、文艺，拢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大方面拢爱强，毋是交趁钱尔。但是一个国家要强，嘛甲伊的领导者有真密切的关系。这个领导者是毋是讲话有算话？这个领导者是毋是行公义、心存仁义？这个领导者是毋是有爱乡土？是毋是脚踏双脚安怎？啊，不是相啊，脚踏实地啦，啊，是的，我误导你们了，脚踏实地啊，啊，变做双脚踏双船哦，大家反应足紧的，啊，我们是要讲双脚踏双船，啊，我是讲脚踏实地哦，啊，真正裤管甲撩起来，哈，啊，土地甲打落去，毋是穿被的，你捌看过总统穿被的去砍柴无？有啦，吼，你嘛知我咧讲啥物人？吼，啊，我安尼穿即个靴子啊，吼，啊，插一撮就无插迄个尼骨带拢要甲夹起哩安尼，根本就是对乡土拢无熟悉，无认捌，吼，毋捌落过田花，吼，这要安怎来管理一个国家的农业？吼，当然嘛是拢交互别人，就爱有即种对土地有亲的领导者，要紧的是敬畏上帝，目远见。好，看了远，知影国家安怎样来发展，这是一个好的总统啊。马太福音第5章，耶稣对咱讲，咱是地上的盐，是世界的根，吼，毋通放伫即个面层底哦。第16节，吼，咱做来读，亲像安尼来，恁的根就照伫人的面前，通互因看见恁的好行为，来因跟恁的天父。
耶稣对每一个基督徒讲，咱爱像盐，嘛爱像根。这个根的意思就是讲爱发根，意思就是讲基督徒爱出名。做一个基督徒，你的名声真重要。吼，佮甲咱隔壁讲，你甲我，吼，讲咱的名声真重要，咱的名声真重要。基督徒，你若无看重你的名声，你若无毋知你的名声生做啥物款，安尼你就毋知你即拍根招出来是啥物色。好，咱即马厝顶的十字架是啥物颜色？蓝色。啊，头前，吼，中华路路边是啥物颜色？粉红色，好，有一点点哈偏红的、偏粉红的红色啦。好，这个粉红色的霓虹灯，好，在晚上看起来像什么？像夜店，好像夜店。好，但是那个不是非常的粉红，好，所以我们这条中华路上呢，好，有一个看起来像粉红色的十字架，好，年轻人走过去，好，以为它是一个夜店，好，但是呢，好，这个我们的发出来的光，好，是什么颜色？也很重要，这个根的色，吼，就是代表咱的名声。耶稣讲，咱爱亲像根，爱发出的是上帝因根。所以今日这段圣经通过这6代，对约沙法到乌西亚，互咱学习吼这3项的代志。咱唔通去兴盛外国，吼，因为亚玛谢王将以外国的神带回来拜。将别国的神明，吼，伊镇赢的心，吼，去互伊拍败的外国神明，伊竟然甲伊摕转来拜，吼，实在是有够讲本土的上好，然后嘛毋免去兴盛别人外国趁钱，吼，过去我嘛真正足兴盛韩国，哦，因遮有三星啊，有 LG 啊，哦，那会遮厉害，啊，咱的台湾的 HTC。差一撮就要拼过三星啊，结果 HTC 走去中国啊，吼啊台湾就国无家己的即个品牌，吼啊然后即马有台湾有鸿海，啊即马台湾阁有台积电，所以台湾会当阁强起来，吼咱台湾遮的品牌嘛真要紧，台湾遮的农产品吼嘛真要紧，吼当我伫美国时阵，吼竟然食着台湾的雪茄，咱住伫桃园阁无一定食会着雪茄，但是我住伫拉斯维加时阵。竟然看到超级市场有咧卖雪茄，写台东世家，吼一粒10块美金，要买无？看到时阵足欢喜，吼，迄天买以后就无搁买啊，吼，因为一粒爱10块，吼，但是转来以后发现讲，真正去台东佚佗，一粒2.5呢，一粒雪茄2粒500块，吼，安尼迄阵才知影讲，哦，原来雪茄遮尔贵。精致农业会当出口。外销到伫美国，会当食着雪茄，吼，所以咱遮的农产品，吼，其实吼实在上好。然后咱毋通像乌西亚遮的王共款虎头鸟鼠尾，甲要追求地上遮的魔界权位，吼，遮的权魔，天顶的才是实在，才是上好的。所以今日吼，遮的小组的分享，也是咱下面遮的大道的事项，都会当互咱做伙来分享。咱要安怎样对圣经遮的人物，要安怎样来学习上帝真理，来看上帝所爱，甲上帝所无爱。今年是迦南教会59周年啊，后个月每年就是60周年。今年吼，咱特别来举办即个户外野外的礼拜，吼，目前500几个兄弟姊妹吼报名参加，吼，所以咱的教会遮的同工吼，今日就要去。场刊，吼，因为游览车遮侪台后，要安怎停入去后，嘛是一个问题。然后中昼顿，吼，500几个人要伫遐来食中昼，吼，嘛是足大的问题，吼。然后吼，搁下晡才会兴停，吼，这是一个真大的工程。但是遮的努力，遮一切的目的，就是要来因跟上帝，是上帝大心来祝福迦南教会，互迦南教会有遮的资产。有遮的产业，咱今仔日遮即个所在，咱毋是只有来享受，咱是为着后一代来准备。今日咱当伫即个所在，有真好势，遮的术士，遮的一切资源，是头前的人，因的努力，因的付出，因的贡献。咱伫即个时阵，即个时代，嘛要继续来努力，互后一代、后代，吼，甚至咱可能看袂着以后的第6代，但是因会当转去看。前6代伫遮咧做啥物代志？
即马是差不多25年就一代哦，所以咱家人教会差不多是3代，吼，第4代出来。若是对头一年来算，吼，是咱的第4代。所以咱要继续落去，就是到咱的第5代、第6代，吼，甚至第7代，咱来看到因。虽然咱毋知影因生做啥物款，虽然咱毋知影因有啥物人，但是咱即马一切的努力，拢是将上帝祝福一代一代传落去，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呼召阮成做世间的盐、世间的光。虽然阮有时阵拢会真歹势，无爱出名，因为人怕出名，猪怕肥。总是上帝，你已经呼召基督徒，爱伫即个世间有好的名声。即个名声是为着要来将恩光来归伫天顶的爸上帝，帮助阮伫即个世间的言行举止。帮助阮伫厝内底所做一切的事，无论是公家的事、个人的事、社会的事、国家的事，阮要当尽心尽意来办好遮的公事，互上帝你的恩光会当伫每一个所在得到高举，也为着阮的国家台湾来祈祷。阮看见台湾伫158年前、159年前，遮个宣教师将福音传入来以后，台湾一直在进步。阮也祈祷伫将来的200-300年继续落去，台湾会当继续来进步，照上帝话、照上帝所爱的规矩，会当伫即个所在定根伫本地，会当甲即个所有的子民来报扬耶稣基督的好消息。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唱这首回应的信息。主耶稣，我要倚靠你，请咱大家起立，咱来吟全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只有通靠你，恳求你是阮救赎我到一世，我要倚靠你，啥要我？归伫你脚前，恳求你是阮的命，我到一生。我要倚靠你来随我，随伫你保护，求你。受恩惠，我要倚靠你来赞我，因带到一世，恳求你是上看心我，因无你。伫这时阵，我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咱家己来祈祷。咱的名声爱伫世间来有好的名声，会当为耶稣、为上帝来做干净。咱的名声爱有头有尾。当咱要离开这个世界时阵，咱所留落来，毋是只有金钱，毋是只有留土地，阁有留的是一个永远的名声。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注重咱的名声，咱的名，上帝互咱的名是要来应跟上帝。请咱做伙为着咱家己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想使我有一个生命，这个名是上帝通过我的爸母予我的，这个生命也是主耶稣救赎的。愿上帝予我的一生会当留落来好名声，会当来高举主你的十字架，来应跟天顶的爸上帝。第二个，我要邀请咱兄弟姊妹为着咱的后代来祈祷。咱现主是甲咱的关系影响着咱的后一代、后3代、后4代。愿上帝互咱甲人拢有好的关系，知影安怎是上帝所看最好的事，互咱甲人的关系会当祝福咱的囝囝孙孙、世世代代，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我们为着阮甲上帝关系
甲人的关系来祈祷，帮助阮保持好的关系，安怎样甲人来和好，做和平的使者，帮助阮安怎知影赦免人，也知影安怎得到人的赦免，互阮无来辜负人，也无互阮会当来做上帝好的奴仆，互阮的子子孙孙得到祝福。最后要邀请咱大家为着咱的国家中华民国台湾来祈祷，互咱国家在进步中间会当看到上帝引带带领，为着咱国家的领导者、总统、副总统、院长，才会行政办事的公务人员，到市长、到议员、到乡长、到里长，每一个人拢会当成做上帝。行公，上帝看做行公义、尊人民，用谦卑的心，甲上帝相较敬的人，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我们为着我们的国家领导者赖清德总统、副总统萧美琴，为着我们的这院长，为着这部长，为着这公务人员、市长、这区长、乡长。议员、这民意代表来祈祷，因为这拢是上帝你所予因的权来治理这个国家。上帝你宣教师、呼召宣教师来到台湾这个所在，将福音定军伫这个所在，看见上帝你祝福也点伫这个所在，愿台湾会当成做一个高举上帝是立的一个国家。愿你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咱来唱第50。主耶稣，我要靠你，予我那顺转。我要靠你，一世人第50，搁一摆，最后一遍。主耶稣，我要靠你，予我那顺转。我要靠你，一世人到永远。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起立。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经过这礼拜会当平安，有好的领受甲福分。我搁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学乐你。
献上我的金钱甲才能，做圣工的路用，求主接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要请陈敏哲长老来报告。主来后生大家平安。伫报告的大声，咱要先来欢迎吼。今仔日有5位的新来的朋友，吼。遮第一位是吴秋香吴秋香姊妹。哦，伫遮吼，咱做伙拍拍啊，来欢迎你吼。过来是吴丽玲，吼，吴丽玲姊妹吼。有小小的礼物要送互恁吼。这2位是对桃园市府灵粮堂来的姊妹吼，咱欢迎因吼。加谢。过来吼有3位八地教会的兄弟吼。严玉珍姊妹吼，肖雨玲姊妹，这个林秀清姊妹，欢迎吼，因住伫这个八地区吼，八地教会吼，咱一边的欢迎，永远拢欢迎恁吼，谢谢。好，伫遮我来做消息的报告。本会消息，咱说到59周年的户外礼拜吼，咱报名已经截止啊吼。啊未交报名费的兄弟吼，请咱爱会记咧交这个报名费，互咱的小组长也是干事吼。咱目前吼，咱报名总共有565名吼，565名吼，所以咱嘛加一台游览车，咱感谢主吼，咱这边的这个报名拢真顺利吼。嘛请咱的兄弟爱会记是吼，是伫10月13。礼拜毋通报名煞煞袂记哩，爱来参加吼。好，过来咱来看小会消息。本月份开始，咱的教会有新增加专职甲兼职的同工吼。咱下骹咱有这个干事的名单吼，因为职务有做调整吼。而且牧师来做补充报告。所以咱的周报第3页，吼有即个完整，吼咱遮的干事，或者的职务、职称、职务、职责，甲因的姓名。吼，而且咱有安排伊的即个代理人哦，意思讲咱的干事咧休会阵，吼，但是伊的工课无休困，吼，原来有人会当来代理，吼，总是咱的期待是伊会当伫礼拜天好好来做礼拜，吼，所以咱的周报封面，吼，嘛有看到即个主日值班的干事，吼，每一个主日，吼，拢有一个干事伫即个办公室来值班，吼，但是无办公，吼，所以咱有一个全职甲一个 part time 兼职的干事，吼，每个礼拜天。咱来安排这个表，另外咱教会所有的代志呢，吼，拢是通过这个干事，好，伊来做协助，好，但是不是要取代我们的长职哦，好，咱原来教会有长老，好，教会有职事，好，但是毋是有干事就中职拢免做代志，好，中职有中职伊爱做的部分，好，但是干事是来协助，因做袂到，无法度迄个时间来办这个事，好，所以请咱吼毋通将干事当做秘书。好嘛，通将干事当做即个玛利亚吼，安尼来使用啊，吼，毋是恁兜的费用吼，毋是咱的看护啊，好，所以干事呢有因的要紧的工课，好，有因的职务，好，所以请咱吼，甲干事来配合时阵呢，好，嘛会当通过这个干事好来配合。目前咱有主任干事、行政干事、会计干事、社区干事、关怀干事、青年干事、总务干事、数位干事。好，数位干事就是咧管这个网络，好，这个软体的，好，这个设备，好，各个协会的干事，好，啊，咱有通过专职甲这个兼职啦。另外，咱嘛看到，吼，咱本来拢有即个摒扫人员，吼，总是咱拢分摊，吼，这个干事，吼，所以干事嘛爱做教会。摒扫的工课，吼，但是毋是只有干事，吼，咱礼拜日伫教会伫聚会兄弟，吼嘛爱斗摒扫，吼，如果咱若是有使用教会遮个教室，吼，使用遮个等遮个粪扫呢，吼，咱嘛爱斗摒，吼，所以咱怎每一楼，吼，每一楼的便所的门口，拢放一支扫帚，吼，甲一个粪斗，吼，就是互咱如果你讲教会都有垃圾，吼，就紧去摕扫帚、摕粪斗，吼，摕来抿。然后咱嘛看到咱教会吼，即个垃圾桶吼会越来越小，吼，就是咱的每一个站楼，即个粪扫桶，吼，咱嘛会甲伊缩小，
就是互咱的教会垃圾桶吼有够大坑的，吼啊每一届要收粪扫咧，拢爱塞一台车，吼啊对八楼收到地下时阵，吼迄台车就足重的，吼所以咱其实粪扫是对来，拢是咱对外口砸入来，吼垃圾都是从教会外面带进来，但是咱足方便摕粪扫去楼顶等，但是谁爱去收？吼无人去收，吼所以咱爱养成好习惯。吼，所以伫遮嘛呼吁咱，吼，如果咱吼，咱即场较少人，吼，但是第二场的，也是拜六暗的，吼，足侪拢会摕遮的早顿啊，吼，摕遮的饮料啦，吼，啊，摕遮的丹露啊，吼，有时阵咱一寡遮的包装纸，吼，要带顺，吼，若是资源回收的，吼，请咱尽量拢摕到1楼，吼，来做回收，嘛，互咱的教会，吼，毋免负担遮侪的人事，吼，啊，搁来摒扫遮的工课。好，因为教会就是咱每一个人上帝家，好，教会都是我们的家，好，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维护，好，以上多谢。好，过来是中执会的消息吼，9月22日要召开第417次的中执会，请咱各单位伫9月18进前吼，会当提出咱的宝贵资料。过来是咱的初信造就的课程。我再继续补充吼，好，咱对今年9月到11月，好，咱要来举办第1期的即个初信造就，好，较早咱有即个明道班，好，啊，咱即马即个初信造就，就是将咱即个明道班呢变做是12堂课，好，拢总有12课，但是咱分6摆来上课啊，好，所以来即个拜六是咱的头一摆。咱主要要上课就是要洗礼以前的兄弟，吼，但是咱第1期呢，嘛是特别为着咱的中职，吼，为着咱的区长甲小组长，吼，所以是牧师来讲课，吼，所以第1期落去了后呢，咱会对遮个受过训练遮个中职区长、小组长，吼，嘛来邀请因来做讲师哦，吼，所以遮个讲师就是要以后要帮所有要受洗礼的人会当来上遮个课，遮个课呢都有课本，吼，所以你会当照课本念，吼，但是。要上即个课的目的，就是互咱知影，咱伫即个信用上有啥物款的问题，吼，所以共款伫咱的周报的第7页，有这12堂课的名称，然后咱上课时间是拜六下晡，吼2点半开始，但是咱2点就要报到，吼2点来报到，吼来让准时来开始哦，啊4点半来结束，吼，所以即每一届2点钟的课程中间，吼一摆要上2节，吼上2节课。好，所以上课12课拢有上了，吼，你就当摕到一个证书，吼，这个证书就讲证明你有上过遮个课，吼，然后佮将来佮训练，吼，你就当做讲师，吼，啊当来教遮个初信者，也是慕道者，也是遮个新的朋友，吼，会当来上遮个课，吼，这是咱信用真要紧的，吼，这不过是初信造就，吼，啊每年咱会继续有这个长大成熟，吼，然后会有服饰训练，吼，甲领袖训练，吼，无共款的课。好，所以咱当中无共款的阶段，好，所以这个伫遮来报告，好，啊，咱有即个 QR code， 好，袂记你囥伫周报啊，歹势，好，所以咱会搁伫咱伫楼骹1楼，也是即个公布栏，拢有即个 QR code， 若要报名咧，你会当用手机来扫即个 QR code， 好，也是咱伫 YouTube 顶悬，好，嘛当扫即个 QR code， 就当来报名，好，啊，所以统计遮个人数，好，咱要准备遮个上课的资料等等遮个。好，伫遮嘛，甲咱邀请，好，拢爱来上遮个课，好，多谢。过来是社区事工的报告吼，乡里大学伫9月初1已经开学啊，各项的课程甲时间，咱家己来看这个公布栏吼。社区的事工9月11拜3的10点半到12点有上台的讲座，主题是提升人生层次的4门功课。2态度决定高度吼，讲师是徐永正老师，请咱嘛是踊跃来参加。过来是今主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有举行志工教育的训练，主题是人际沟通与学习讲座吼，讲师是曾国宏临床心理师，吼，请咱的志工注意这个时间。过来是生日助学金委员会的报告。2024年第2期的生日助学金已经上行到本主日吼截止吼，请爱会记今主日就截止啊吼。过来申请是中秋节的慰助金，申请截止的时间同款是今主日吼到中昼12点，请注意这个时间。
具体的消息，咱恭喜第18组李维杰甲张平夫妇伫9月初5早起5:08分有平安生产一个查甫婴，名叫做李允哲咱感谢主，互因母囝拢平安嘛愿主来赐福这个细囝伊的这智慧信用都得到主的赐福满满，甲因的家庭拢得到主的看顾。过来，咱做伙来读金主日的金句，咱来读2遍请。教导人敬畏上帝，撒加利亚在世时，乌西亚王找求上主，伊找求上主的年日，上帝予伊兴通欢迎。历代志下卷26章50，搁一摆。教导人敬畏上帝，撒加利亚在世时，乌西亚王找求上帝。伊寻求上主的年日，上帝予伊兴通欢迎。历代志下卷26章50以上报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4首，即时礼拜就要煞。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教化动，加汤帮助保护，咸菜有时受感痛，吞论我口主教讲，困求天白是恩惠，得着实心大安慰，经过试炼那健康，亲像今那回路，世间艰苦无时尽，天堂安乐已好去。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慈悲疼痛，赐一个感动甲帮助，家己正兄弟姊妹三个伫地，互恁对信心来领受上帝稳定祝福，成做即个世代的盐，世代的光，互你的名声会当遍传达所在，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那个试一下音控，试一下音控，来，乃德，试一下音控，看这个为什么不会没有声音？下来检查一下，看这个是不是线的问题。上面有控制好吗？
是不是哪个地方线路有状况？不知道。哪一个是什么？哪一个什么？诗语啦，诗语在哪里了？喂，我还不认识哪个。喂，这个也是有点回音哦，这个也是有点回音，对。没有，这边没有开关。哎，这边有开关了。哎，等一下，你们会前有没有来 test？以后那个值日了哈，一定要会前要 test。不是说这个地方没有开关吗？你再试一次。喂，好，你再按一次。哎呦 ，OK， 牧师也不晓得。哦，好，那下个礼拜那个会前哦，记得要 test 一下。现在是没有关，现在没有关哈，现在没有关。好，这个。